后来继续来看这登山界失踪8天，总算是传出着好消息。台中市一个50岁姓陈的男子，顶个月26号到南投县仁爱乡对着队伍要来爬这个白姑大山。本地同港的暗时要来落山，但是时间一个到，人无出现，队友是真着急，赶紧来报警。而8天后的即摆，搜救队伫山区这个溪谷的沿途，发现用石头摆出一个 SOS 化救人的标志，面顶阁来摆出着这个姓陈的男子的名字。搜救队正振奋，继续派人搜救。搜索队坐着乌鹰直升机，搁再一届进入南投县仁爱乡的白姑大山，要来找找已经失去联络8天的台中姓陈的登山客。这名登山客伫12月26日时，对着队伍来白姑大山要爬山，迄暝就应该爱落山咯，想要到伊煞失去联络。队友赶紧报案，但是找8天啊拢无消息，一直到搜救队伫山区发现用石头摆出来 SOS 3个英文字，而且边仔阁用石头摆一个枪字，这就是失去联络姓陈登山客的姓名。搜索队马上伫附近阁找人，发现第二组嘛是用石头摆出来 SOS 的记号，确认原来是伊摆起来的。目前没有发现到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迹象。白姑大山伫南投县仁爱乡，是台湾8岳之一，上悬的海拔是3341公尺，而且有正罕的见1.3个点，算起来毋是真简单就会当爬起的山。姓陈的登山客是伫台中市和平区甲南投县仁爱乡交界所在失去联络，搜救队研判伊会行来甲草青伫附近，所以加派人力赶紧找人。不过，伫救人的时阵，佫另外发现一名34岁姓蔡的登山客脚筋拗着，只是要落山的搜救队员赶紧佫救伊落山。因为人袂当行，只好用攀的。几百公斤的登山客就安尼甲挨落山。背到100公斤的时候，哇，对我的膝盖负担就更大。3名搜救队员轮流攀，才将这名姓蔡的登山客攀到到平路，才用机车将伊载落山。消防局呼吁爬山进前一定要做好体能的训练，而且都要了解山区的路况。若是找无路，一定要伫原地等待救援，唔通家己乌白走，安尼得救的机会才会较大。